2020台北国际旅展10月30日来登场。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，无像以往有出国游览的方案，拢是来杀一寡国内旅游的半半价，甚至讲只要伫个饭店拢免出门就有迄种坐游轮来环游世界的体验。穿日本的和服享用美食，也有星空电影院，这的旅游行程拢免出国。 等于是坐路上的饭店，可是呢，却跟邮轮一样，可以有全天候的吃喝玩乐。金华酒店推出邮轮式度假体验带暝方案，伫个饭店内底都必须坐邮轮环游世界。同款是邮轮向西旅游是推出5天4暝环岛行程，是可以停靠在比如说像安平、像高雄、像花莲这些港口。 台北国际旅展30号登场，像台北远东饭店2个人大，平日只要2999；高雄圆山市景客房上价2200。凯撒集团推旗下9间饭店联合的带暝券，平均一暝2000桶。 以往都是90%的客人是外国的客人，那这次疫情的话，其实我们算是重灾户。暑假国内旅游大爆发，但是就惊安心旅游的补助10月底就要结束。若北部有旅展，全台湾400间的业者自救，联合推出1000万张500块的带暝券。想袂到27号一个上线，都有伤侪人抢要申请网页来报到。看来为北部到南部国内旅游的热度要来炭烧。